大家好，我係澳門萬通保險嘅華莎比。轉行之前，我同好多朋友一樣，都係打緊一份穩定嘅工，喺酒店人事部度做文員，每日對住堆積如山咁高嘅文件，朝九晚六，學極都係差唔多嘅嘢，有時候仲要面對住辦公室政治，我都喺度諗，係咪咁樣就一世呢？轉捩點係遇到我大學嘅師兄，亦都係我嘅伯樂，佢唔單止睇到我嘅潛力，仲好有耐性咁同我分享行業嘅前景。最打動我嘅係佢嘅人品同埋修養。咁我嗰陣時諗，如果我可以好似佢咁成功之餘，仲可以幫到人，咁樣嘅人生係咪咁有意義呢？未入行嗰陣時，我都有驚過，如果做保險嘅話，會唔會冇朋友？點知完全相反，好多人都變成真心夥伴，反而令到我個圈子闊咗，人情味濃咗。我最大嘅得着係時間自主，我可以自己安排工作同埋生活，有更多嘅時間陪屋企人、做運動、去旅行，人生充實咗。原來當你揾到啱嘅節奏，工作同健康真係可以並存嘅。我嘅團隊好重視共生共贏嘅畫面，唔會放你一個人喺度搏殺。由培訓到實踐，資深同事都會陪你一齊見客，一齊復盤。我哋唔單止係同事，更加係戰友。萬通嘅支援系統係好完善，無論係產品培訓、數碼工具定係客源拓展，公司都有系統咁支援我哋。你可以專注喺服務同埋發展，唔使咩都自己摸黑探索。如果你都面對依家嘅工作有啲迷茫，或者想揾一份有成長、有人情味、有自主性嘅事業，我邀請你一齊嚟傾下。唔需要經驗，只需要一份想改變嘅決心。可能下一刻你嘅人生都因為一個選擇而變得更廣闊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我當年一樣，想揾一個可以發揮所長、有前景嘅事業，又或者你想挑戰自己嘅可能性，唔需要經驗，只需要有決心，我歡迎你一齊加入萬通保險，投有遠見，保有未來。